警政署分配上新的防枪支的架，不过内底房仔却是一凹就变形啊！基层警察就批评讲，这保护效果歹。有立委嘛质疑讲，这个厂商互列入去黑名单真侪届啊，是安怎佫会当标着标案呢？对此，警政署表示，经过检查，已经把1400多领架收回来替换，未来嘛会改善投标的方式。断了，这个好，所以你说这样子的瑕疵品，谁敢？你看，你都有力量把它拗断了。一凹防弹衫内底的抗热焊帮，都真简单凹甲变形。捌做警职的新北市议员林国春讲，安尼在即基层环境乃用了安心。那位王宏伟等人找来举行记者会，指出警政署上新配发的防弹衫，互基层批评防护效果无好，因为得标厂商前一摆被列为黑名单，为什么一直得标呢？这个表格里面洋洋洒洒，都是他所承接的政府标案。那你可以看到被 mark 起来的地方，就是他从106年之后，他陆陆续续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被列为黑名单。警察为人民的性命安全出生入死，现在不孝商人把图利的念头动到了保护警察的生命安全的防弹衣上面绝对是罪大恶极。因为这批买将近6000件防弹衫当中，在基层反映了后，已经检测出差不多1400件无合格率真悬。警政署强调，因为厂商制作过程工序问题，已经依照报告要求按换。资格标都是符合资格，那不是行政我们在查，在开标前都要上网去查，那查的结果都不是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公告的拒绝往来的厂商，他有送样衣，他的样衣是合格的。选举会要求全面拢爱换，不过警政署强调，一切要依照采购法的规定进行，也强调未来也会改善投标、得标的方式，才袂互同款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